阿弟，快来帮忙一下！呛电一哈！阿弟，快过来帮忙啊！呛电一哈，俺娘死过来。阿弟，哎呦，我刚刚不是说了，呛电一哈，俺娘死过来。呛电一哈，俺娘死过来。没错。呛电一哈，俺娘死过来。呛电一哈就是请等一下，请稍等的意思。娘死过来的娘死就是马上，所以整句念起来，呛电一哈，俺娘死过来就是请稍等，我马上过来的意思。一起练习一遍，呛电一哈，俺娘死过来。呛电一哈，俺娘死过来。懂吼！所以你们刚刚一直找我是什么事啊？我们刚刚本来想要请你帮忙，不过你刚刚在做什么啊？我刚刚在练习螳螂拳。螳螂拳，所以你这只螳螂少了一只耳朵，听不到我们请你帮忙喽。哎，可爱妹，你说的对，螳螂真的只有一只耳朵。孩子们，现在外出的时候要多注意，因为有一些坏人会把你们给抓走。哦，抓走？该不会要把我们卖掉吧？不是，他们是要把你们给吃掉。妈妈，好恐怖哦！坏人好坏哦！所以你们要记得，如果长翅膀的都是坏人，遇到坏人的时候就要赶快躲起来。哦，妈妈，可是晚上很黑耶，我都看不清楚，怎么办啊？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肚子来感觉，如果有感觉到任何的声音，就要赶快躲起来。妈妈，我好像有听到什么声音哎！哎，快躲起来！躲起来！哎呦，孩子，躲这里没有用啦。螳螂真的很特别，它只有一个耳朵，位在腹部下方跟双腿之间的位置，而且这个耳朵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侦测蝙蝠发出的声波。我知道蝙蝠它们是用声波来定位食物的。没错，所以当螳螂发现这个声波的时候啊，它们就可以赶快逃离，不被蝙蝠抓到哦。原来如此。不过你们不觉得螳螂有2只大大的镰刀脚很帅吗？说到这个，我要让你们来看看我新练的螳螂拳。呛电一哈，我们的东西还没有搬完呢。阿迪呀，不要再打拳了啊！娘死过来，把这些书啊，全部搬到外面去吧！我哪有人叫螳螂做事的啊？那边小心点！那边，让哦，书很贵的，你要小心哦。搬好哦。